好多香港人最終以為買磚收租就可以安穩躺平，一日賺被動收入。我先至知止，今日嘅時代預早省水，預早自選，先佔尾數身家，而且90%香港入主表面每個月有租金落袋，11月月倒貼，年年虧錢。你以為自己是包租公、包租婆，其實你是現行同發展商嘅免費打工仔。今晚我同你徹底拆解曾經引戰不回的香港出租神話，正將徹底破滅。那個隱藏的64個、90、80的業主都太難穿，好多人對香港物業投資的固有印象一直停留在馬路收租、穩賺被動收入這個固化思維人員。在大眾認知當中，香港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租房需求常年旺盛，只要手頭上揸住一層住宅，木業就可以靠穩定租金輕鬆增收，甚至比思維可以代代相傳的含資產民間印鈔機。無數中產投資者用盡畢生支出，撬動高槓桿入股，將外樓收租當成養樓保障、財富增值嘅終止出路。但只要你拋開市面所有營收化學樓市濾鏡鏡面，而家香港樓市最真實嘅先瞻了真相，就會發現一個流傳這些年的投資神話，早已是全球利率大重構的浪潮之下徹底崩塌。無數業主正在經歷一場無聲的財富收割，這個不是短暫的市場波動，而是樓市地產6、7次底逆轉之後必然出現的殘酷結局。我得先帶入一個全港最普遍、最真實嘅業主一場請證。而家好多香港住宅業主每個月準時收到大約文食、7蚊港幣嘅租金，單睇帳面流水，你不被動收入確實令好多打工仔眩目。同時一日返工而苦，正是靠資產就係穩定現金流，鐵路絕對是優質投資。但是只要你深入拆解木業的真實持有成本，這將會顛覆你對收租投資的所有認知。這個月中穩穩持7蚊的問題，對應的現行按揭利息開支每個月高達5、6、7蚊，正是啲利息收則約準，每個月已經剛成到鐵耳產品中，未計算任何隱性持有成本，是8%的純虧損，完全冇任何對沖空間。好多人聽到這個數據都難以置信。按照傳統樓市邏輯，租金絕對可以覆蓋房貸利息，點比一家香港樓市會出現更誇張的收則倒掛、更殘酷嘅歷史利率數據，絕對不是個別案例，而是當下香港樓市最普遍、最真實的現狀。這種收支失衡不是短期漲跌造成，而是利率週期、市場供需、金融規制多種因素突加出的常態化現狀。曾經被全網追捧、穩賺不賠的買樓收租模式，已經徹底變成月月倒貼、四處石板、不斷消耗品根的負收益資產。無數業主被困起，揸住就虧錢賣，走走巨快的兩難事故一面，這個就是香港樓市最隱蔽、最血淋淋的真相。過去10幾20年，香港樓市嘅投資陸出簡單、穩定，幾乎零風險，造就着兩代人的財富湧嚟。當年全球處於超長第4週期，香港在食堂連拆戶口制度的開放政治體制，按揭利率長期維持係超低水平，實在按期利率淨是得1.5左右，對應的住宅租金回報率普遍可以達到1.5至3樓，穩定的正向息差，令到買樓收租變成咁風險嘅效利世道。只要成功上車，租金不但可以全日覆蓋房貸、利息、管理費、差餉、地租等所有成本，每個月中有可關證件進入落地，再加上6件年年被上漲嘅資本增值，買樓收租自然成為全港公認的最優投資方式。在那個黃金週期1年，無論是20、30歲的年輕投資者，定是40、50歲的中產家庭，都將供港買樓長期收租，初等正級奉為萬能財富公司。當年市場人人都信一句俗話，租下去幫你供樓折舊，30年層樓完全屬於自己，下半世財富就有保障。在這些紅利的加持之下，幾乎所有入股的人都賺到盆滿缽滿，極少有人會警惕這個看似完美的投資模式，幾度以來超低利率、樓市上行、房源供不應求，3大核心前提，一旦任何一個前提崩塌，整個財富體制就會瞬間瓦解。歷史命運的轉折點，源自全球貨幣政策的系統性大變革，維持多年的全球超低利率週期徹底終結。歐美核心經濟體開始着史無前例的暴力加息浪潮，加息幅度持續時間、利率高位停留期都創下近數10年新高，而香港證券市場完全資本過街，是因此來了垂直出現斷崖式飆升，原本100分硬硬地超低利率，短短2、3年時間直接衝上4人一日上部分高反過特殊按揭產品的實際利率，甚至突破為利率漲幅近幅翻倍，你嚟的顛覆性上，將積極嘅串咗香港物業投資的底層人利落差。我得用精準的財務計算發俾大家知業主的真實虧損狀況。假設有一位業主承咗18萬港幣的銀行按揭，是70年代一定平的人命，1年以內要為這全年利息開支
至16萬噸，平均每月利息成本大約5000萬，對應1月每月任務受簽名的租金收入。調完那些之後，總有9000萬結餘在抵消，小的管理系統，術費依然有穩定正收益，這個就是當年人人搶住買樓收租的核心原因。但是依家 4.1 的高速環境之下，同樣成百萬的按揭貸款，全年利息開支直接飆升到16.5萬噸，每月剛性利息支出飆達敏感3750萬。如果按期達到去到500萬，每月利息成本只可突破迷路產品，直接超越普通住宅，並細細沉悶日元租金，形成無法逆轉的收質倒掛。這組數據足以證明，而且樓市的核心痛點，高息時代的泥石成本，徹底吞噬下所有租金收益，亦主重要自掏腰包補差價吸入的被動收入，徹底變成每月固定的被動虧損。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好多投資者只睇租金同律師的賬面差額，完全忽略在香港日日持有過情人面一大堆，長期存在避無可避的隱性成本，這個都是要主實質虧損遠大於賬面數字的關鍵原因。香港大大小小的住宅公園每月必定要繳納2億管理費，不同區屋、不同樓齡的樓盤收費差距極大。普通兩房單位每月管理費普遍是2成至3成分，大型優質屋苑深市社區嘅管理費更加高昂。除此之外，每月每年必須繳交差餉、地價物業稅、內地稅費，按照物業估值浮動計算，係將成固定開支，完全不得減免，除固定稅費。物業及動態維修成本更加是無地洞。物業持有期間，空調故障、水管漏水、牆體開裂、電路老化、門窗損壞等問題層出不窮。每一次維修零件硬壞，師傅上面人工全部都要業主買單。如果遇到租客不當使用，造成木業家私損毀重要，額外花錢翻新維修。仲有租賃空檔期的現成順口老是低位租賃，市場波動的時候，蜜月隨時控制幾周甚至幾個月，那段時間令租金收入，但管理費、術費、房貸累積照樣照砸，所有成本都由業主獨自承擔。除此之外，業主仲要承擔大量肉眼難見的時間成本和精神成本，就夏日向各樣收求不已的法問題的協調。租賃糾紛的拉扯都會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一旦遇到惡意拖招、損壞民意、提前退租的租客，除咗積極金錢損失，將要陷入漫長的鬥爭力量，造成極大的精神內耗。這些隱性成本不會出現在毛報表上面，但是物業為此來業主日日都是默默承受。如果將所有顯性隱性成本統一核算，香港普通住宅的真實收益會更加簡單。月租、民事產品的問題，扣完管理費、差餉稅費、維修備用金之後，業主實際到手請租金，多數無夠力幸運，部分高層管路員甚至不足夠沉悶，但對應的每月累積開支高達無門路沉悶。以上這一隻計劃已準，每月巡演記錄虧損60至70米，全年被動虧損超10萬米，長期持有只會令虧損越滾越大。好多心存僥倖的投資者都會問：既然抓住就虧錢，乾脆賣樓這損勿得。但現實遠比大家想象中殘酷。而家香港樓市最大的困境根本不是持有虧損，而是沒辦法體面離場。絕大多數被套業主完全冇保本拖延平穩離場的機會。樓市一下行，地價金融快速收緊，令成千上萬業主徹底被困，係資產陷阱人員。回顧今年樓市走勢，香港樓價衝上歷史高位之後，整體均價已經出現深度回調，真實跌幅遠超市面宣傳的數字。新界、西部、元朗、屯門等傳統更需片區，再加擴大新發展區等新興板塊，樓價回調最為慘烈。部分歐元盤、新盤價格較高峰期暴跌30%至40%，個別小眾樓盤跌幅甚至超過5成。核心市區嘅傳統優質物業算抗跌性較強，但都普遍回落。神虎指數6，全民買樓必升嘅時代已經徹底終結，樓價大幅下跌，積極催生着大規模負資產群體。這個是當下香港樓市最黑心、最致命的風險。所謂物業負資產，簡單嚟講，就是木業而家嘅市場估值已經低過業主剩餘未還清嘅銀行按揭資產市值，富康佬負債徹底陷入資不抵債嘅狀態，冇得用真實現嚟拆解。有協助是樓市高位，而800萬噸未如住宅，成咗90%按揭向銀行貸盤720萬。經過幾年樓市回調，每層樓而家市價只需500萬，但已轉剩餘未還的房貸本金中有680萬左右。那個時候業主如果想賣樓，只算500萬的賣房收入，根本填上680萬的現行欠款，中間180萬的資金出口，需要業主一次性突出現金補助，先可以延停房貸，解除物業底價。對於普通中產家庭，一次性拿出近200萬現金，幾乎是無可能的事。大部分家庭的現金流只夠維持日常開支，同月光根本無大礙。限制資金兜底，導致無數業主行入想賣明景賣，
賣早盤使得時蠢法，只可以被動持有，遇益倒貼。而引爆今次大規模負資產危機，令大批業主深度被套的核心員工，就是2018到2021年60月籌期間，各大發展商瘋狂推出的高強強寬鬆按揭計劃，亦即係當年好多人爭相上策的復刻 plan， 亦都是無數中產新手投資者的一番行政。當年香港樓市熱到爆棚，全民看漲，發展商為着發出清空身份，刺激成交，聯手旗下財務公司合作金融高抗，推出極具誘惑力的寬鬆按揭方案，令女按揭價的敏感低到離譜，徹底顛覆傳統銀行的風控規則。傳統銀行按揭會嚴格審核收入，證明銀行漏水、負債比例、壓力差是嚴控風險。大發展商的寬鬆按揭幾乎無視所有財力審核，只要符合基本認購資格，就可以拍出85%至90%的創高按揭成數。部分客戶甚至可以進付零首付上車，同時殺至2至3年的按揭蜜月期，蜜月期內利率極低，貼近銀行基礎利率。如果14度可以分兩，極大降低着普通人的上車門檻。在當年全面追漲的資產分配之下，無數購房者被帶於廣高槓桿，輕鬆上車的優勢。七人紛紛入股，所有人算盤都打得一模一樣。由於期2、3年之內樓價一定會繼續升，到時可以透過轉讓加按重新購置，切換做傳統銀行低息按揭，既可以避開高息風險，總可以靠樓價升級拖延活力。在老師上行周期，地圖路車確實行得通，亦都是當年最流行的投資套利方式。但所有購房者都分流着恰入人民的致命陷阱，亦都低估着全球宏觀經濟嘅巨變風險。理財寬鬆按揭合約正式顯明，2至3年5月期結束之後，按揭利率會大幅跳升，是基礎利率之上加30%。甚至更高。在而家嘅市場環境，一面蜜月期過後的14年內普遍高達7%至9%啦，遠遠高過傳統銀行。按揭利息開支直接翻倍。最魔幻的啲，當年所有上車的業主都未因幾年後利率會回落，樓價會續升，完全沒預判到會出現利率暴力飆升、樓價深度崩潰的結果。當大批遺族的按揭未完期始終到期，想去銀行申請轉款狀態嘅時候，先發現自己徹底走入絕路。彼時樓價已經大幅縮水，銀行會根據最新事件重新估值，大幅下調。案件查到轉案之路徹底被堵死。在第一個真實市場案例，業主是高位800萬買樓貸款，420萬，一月期過後，物業市值跌到550萬，銀行最多只可以按照市價70%批案件，僅僅可以拆出380萬，但業主剩餘未還，本金仲有680萬，中間300萬的巨額需求，需要業主7成認價補助先可以完成轉押。當年引高槓桿復刻 plan 嘅大多是資金有限、現金流緊張嘅中產，根本沒能力填補力不追款，最終只可以轉案失敗，被迫繼續背負財務公司嘅創高涉案件，79%的超高利率直接壓垮無數家庭嘅現金流。原本傳統高級按揭每月1.6米，親民的利息已經令人逐日不付出。你拍龜圖已注定每月零時開支直接飆升到現行之山，盤問大雅按揭單位壓力更加翻倍，仰視沉悶例如租金，對比散寒溫的剛性領市，每月純虧損突破你平內產物，全年血管超19萬元，不斷透支個人同家庭支出，吸入換件投資徹底變成致命負債。這個作為是最壞的結果，比長期虧損更致命的是財務公司的強制追繳機制，亦都是壓垮業主最後一根稻草。對比傳統銀行相對寬鬆的風險處置方式，發展商旗下財務公司民間競爭加高的風控更加嚴苛，手段更加集中。只要樓價持續陰節目而國死不斷收水，財務公司會實施監控資產同負債的差價。一旦一日市者無再覆蓋貸款風險，就會即刻啟動追繳程序，向業主發出正式追討通知。財務公司會要求業主在幾段時間之內，一本書半個月到1個月，一次性補繳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保證金，填補資產負債缺口。對於已經入倒貼3000樓並論團結的業主嚟講，理不巨範，根本無能力成點。日上員工已經耗盡所有家庭收入支出，不斷透支，根本無閒置資金應對突發追繳。向清友查核市處周轉無果之後，絕大部分業主指可以選擇斷供，放棄木業手續權。業主斷供幾個月之後，財務公司會毫不猶豫向法庭申請收錄令，接準物業，並啟動司法拍賣。為了快速回籠資金，快俾樓價繼續下跌的風險，司法拍賣的定價會指導保守，成交價普遍比市面正常價格低10%至30%，接受房源及折更加嚴重。這種低價司法拍賣會觸發綠色恐怖的連鎖財政效應，亦即是行內人人皆知的連環股災崩盤效應。好多人主義為自己準時供樓，從未揚期就可以獨善其身，但香港樓市的估值系統
是全程聯動實時通報的，銀行同專業估值機構的系統會實現收錄片期所有成交記錄，尤其是濕化拍賣、低價成交的案例，會直接拉低成的無人證片區域的物業估值。簡單講，同1歐元只要有一戶業主斷供，低價拍賣成交，全棟樓、全國園所有單位的銀行估值都會同步下跌，這連鎖崩盤效應殺傷力極強，無差別影響所有業主。就算你從未斷供、從未逾期，月月準時供樓，只要鄰居出現低價拍賣，你的物業估值一樣會被東縮水。原本勉強保值的資產會直接淪為負資產，原本已經負資產的單位，負債缺口會進一步擴大。這種系統性風險無人可以就可以規避，亦都是而家香港樓市最無解的惡性循環。樓市集體估值崩塌，總會傳導到商業生態市場，加劇全球流動性危機。好多中小企業主、個體戶都係中國人，住宅、商鋪等也俾銀行申請經營貸款周轉資金，當日而沽給大幅下調，然後會即刻收緊風控，要求商行補充抵押物，舒展貸款額度，提前歸還部分本金。中小企本身經營壓力大，三千料緊張，根本無法滿足銀行要求，最終只可以被迫低價拋售物業回籠資金，填補貸款缺口。大批地皮佔賣地房源湧入市場，進一步架起供需失衡，令樓價持續陰跌，形成低價拍賣沽之下，頭集中拋售，樓價再跌，更多人斷供，負資產的無限時存亡，整個市場陷入自我消耗的下輪螺旋，短期之內完全冇逆轉的可能。好多業界人士中意將而家的樓市困住，同19,977金融風暴而令南三沙士地區做對比，但三者品質完全不同。今次危機更加複雜，更加持久，更加難逆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香港按揭利率雖然一度衝破10啦，短期殺傷力巨大，但加持週期好短嚟嚟，衝高之後快速回落階段下跌之後，迅速觸底反彈，市場收復速度好快。2003年沙士時期，樓市長期通縮低迷，但當時全球處於低級紅利週期，經濟復甦動力充足，疫情過後市場快速回暖，樓市迎來10幾年創遊行情。但今次樓市危機是全球經濟結構重構，長期高速週期，人口結構轉變，市場供需逆轉，多重因素疊加的極高情野資，好似短期市場性波動、海外環顧通脹、地緣政治衝突、全球供應鏈重組，令海外高息環境長期持續，使長期待的高質快速回落徹底落空，高級村村民子是求客，而是未來少年的常態。香港樓市的高升壓力短期絕對無法解除。與此同時，香港本地人口結構同自身心態的顛覆性轉變，這底下蓋住樓市長期上漲的核心支撐。雖然香港持續推出各項專才計劃，填補人口流失缺口，提振市場活力，但新入境專屬的直益觀念同本土居民截然不同。大部分專才保持短期居留、靈活發展的心態，會將畢生之策、長期資金介入。香港樓市更加傾向租房居住，靈活轉換城市，規避不動產的長期風險。這種生態就造就而家香港樓市詭異的分化結構，周年時漲開始穩定，租金養幅回升，部分入面學區核心地段房源租金重創經年新高，但買賣市場持續低迷，樓價陰跌不止，買家觀望情，水龍口亦是以原極低租金為生，樓價下跌的反差看似驚底在用濕敏卡，實際上迷惑投資者的糖衣毒藥。好多新手被租金上漲的新聞引導盲目跟風入股，完全發力租金漲幅遠遠追不上利息，同時有成本漲幅的蝕實，最終高位接盤至住沙板。我對透過一個真實的中產家庭檔案，事關感受一家遺族的絕境。這個故事亦都是香港千千萬萬中產的真實縮影。30幾歲的阿強，婚後準備生育小朋友，是樓市最抗日全面抗戰的高峰期。巔峰清陣，所有上車之日，當時媒體一日鼓吹賣樓，永遠保值，越遲買越貴。身邊親友個個爭先上車，阿強害怕永遠錯失次機會，用盡自己同老婆的多年積蓄，再加雙方父母的引流錢，湊夠首期再新紮私牌買要一個兩房新盤，總價850萬噸，趕着發展商3年低級蜜月按揭計劃。初初上車的時候，阿強的規劃十分美滿，蜜月期越更輕鬆，未來人工上漲就轉返低級貸款，層樓持續鬆卡，既可以自住又可以收租增收，是一句多得的優質投資。但短短幾年時間，市場風雲突變，利率同樓息的雙重債券，徹底擊碎咗佢的財富美夢。如今即係牌牌胡士灣買屋嘅單位，市價只是得600萬，賬面直接虧損250萬，相當於夫妻兩人幾年嘅人工總和。本身接觸瞬間蒸發，更加致命嘅是3年按間蜜月期結束之後，利率大幅飆升，每月房貸利息由原本2萬單左右暴漲到接近10萬。而同一家日
常開支龐大，如衣金融養老開支層層大加，原本已經租期建築工人月供集集，令家庭三鮮肉徹底團滅。為了還清壓力，阿強打算搬出市區，搬回父母係制住，將日日出租補貼月供。但片區租賃市場疲軟，這個單位最糟糕，月租只是萌生沉悶不深、沉悶的月租金，對比至今仍滿滿的月度房貸成本，租金付約率仍夠38%，每月依然要自掏2萬的溫庭亨，去年6月的倒貼，徹底耗盡家庭所有支出。而家二強一家，日日都為房貸奔波，不停填補，這個無地氣動，家庭財務防線出入到極致。一旦遇到公司裁員、人工下調、突發疾病等意外，家庭嚴建率會即刻崩盤，最終只能斷供，日月被司法拍賣，背負巨額債務。阿強嘅故事絕對不是孤立，以及全港無數中產業主都緊挨着痛苦困境，面對60回報率徹底擊穿盈虧底線、高杠杆、業主集體負資產、斷供拍賣常態化嘅殘酷現狀，所有市場參與者都要徹底摒棄舊思維，建立全新眼質，做出理性決策，適配全新嘅樓市規則。對於已經家老院與辛苦公路持續倒貼的業主，最終洗的終究就是並且削強心理，直面真實的現金流狀況。好多二產遲遲猛止損，完全是沉沒成本心態作祟，無甘心視錢看經，新高位被套，死死炮竹樓市會反彈的幻想，寧願月月倒貼，消耗本金都不肯放手。但是長期高息供需過剩，市場下行的結構性趨勢之下，樓市短期反彈基本無望，持續持有只會令虧損不斷擴大，由小幅魚貫變成巨額負債，最終被動斷供，被低價拍賣。曙光指出，仲要買新材，真正理性嘅選擇是主動增加里程，主動權無被動等市場收購。如果每月收執雙底之後持續復甦，長期無改善空間，就算要是少少錢，都應該果斷主動賣樓，只選保住剩餘本金流存，生前都留得青山債，哪怕沒踩銷。樓市永遠有弱勢機會，但個人財富、童年金流一旦耗盡，就永遠冇翻身嘅餘地。主動止損，雖然有賬面虧損，但可以徹底終止息本循環，擺脫複雜案例，守住財富底線，保留未來市場混亂之後嘅翻盤資本。對於手下閒置資金、觀望樓市、想趁底抄底收租嘅潛在投資者，而家最明智嘅做法就是保持觀望，極度謹慎，千祈5倍樓價降低，租金去亂，政策利好的短期化洗腦。而今香港樓市雖然出台了多項優化政策，降低交易成本，防範日線民卡，但你正常只是優化交易體驗，完全改變澳島高息村村供應過剩，估值下行得核心貼盤面。只要按揭利率持續高，個租金回報率呼吸差，價格正會改變。馬樓收租永遠是市辦3億。而家香港樓市潛在房源供應荷量過剩，發展商首次就未售房源堆積如山，庫存壓力極大為主，快速去化回籠資金會持續以降價促銷、折扣優惠、低首付購房補貼搶佔市場。二手小業主面對發展商嘅低價傾銷，完全無議價能力，只可以被動跟風降價。進一步地在樓下申請空間是供應爆棚，需求疲軟高息，而在三座大山重壓之下，樓價根本連大幅反彈嘅基礎。所謂的抄地機會，全部都是高位接盤行情。如果依然執着於投資樓市，一定要做極致的財務壓力測試，拋棄所有樂觀幻想，直面最壞的市場情況，認真無私過濾極端搶勁。如果利率繼續上漲，如工資增加，你等得住；如果失業，收入中斷，手頭應及資金結構，支撐半年甚至1年的月供同生活開支。如果樓價再低量申請，你能否承受住面虧損？心態無崩。如果租金下倒，房源長期控制，你就能否覆蓋所有持有成本？只要任何一個問題達到，肯定就絕對不具備任何條件。長興日上只會重蹈前人被透視版嘅覆轍，回復香港樓市幾十年發展，磚頭必勝。買樓逼站嘅觀念深入人心，成為期待香港人嘅投資信仰。低級紅利、人口增長、經濟騰飛，房源係處嘅多種優勢，令物業成為最穩健嘅增值資產創造者。無數財富神話，但時代已經徹底改變。過去嘅成功公司是展示今日嘅市場主角，頁面已經完全失效，甚至變成吞噬財富嘅致命毒藥。我哋已經身處扮演威油之大變局，全球法幣政策回歸常態化。供應鏈全面重組，人口流動結構逆轉，經濟增速放緩，一系列宏觀巨變，徹底重塑着香港樓市的底層邏輯。吸入穩賺不賠的互益投資已經變成高風險負收益，流動性極差的恆籌生活，吸入的財富避風港已經變成持續投資3000流的複雜系統。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現金有安全標準，本金永遠是投資第一準則。盲目迷信舊神法，跟風加公關博弈，只會付出慘痛的財富代價。無論你是首次入業、
心性虧損的現役業主重視觀望市場，準備入市嘅潛在買家，在做出任何樓市相關嘅重大財務決定之前，一定要打破固有認知，拋開市場濾鏡，理性權衡風險同回報，境內市場快樂更為宏觀變革，投資市場遠遠無永恆嘅神話，只有永恆嘅快樂，順勢而為，風控先行，先可以在市場波動之中守住財富，穩步前行。今日立其深度差距，幫大家徹底揭穿香港樓市收租神話，破滅的底層樓梯，跳出傳統投資誤區，避開樓市隱藏的財富陷阱。如果你覺得這次乾貨內容對你有用，只可點讚、收藏、轉發、分享，及身邊做到9折買樓、收租、抄底的朋友，幫更多香港人避開樓市大咖。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親自分享你身邊的樓市真實個案時樓困境同投資心得。最後，請請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我會持續為大家拆解樓市底層6期，解讀恐慌經濟走勢，分享最值得悲傷的樓市乾貨。但你是否在投資環境，一面守住本金穩健避險，唔錯過每一期關鍵分析。